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阿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钱。那么最近有一个案例判例出来，也就是不当的临检，警察互判刑。讲到警察大人要调查，不管是搬查临检，民众你着爱配合。停车嫌物啊，提证件，但是有人有意见，甚至告官就告赢。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权利？今仔日请了当事者来讲春车。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就是咱的当事者，接受到警察搬查的当事人詹慧玲詹老师。大家好，我是慧玲。那么第二位是咱职业律师陈明秀陈律师。大家好，我是陈明秀律师。第三位是咱退休的刑事高仁和高警官。平平你好，大家好。第四位也是退休的交通警察赵明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到底这是案件是什么呢？就是在去年的4月，詹老师伊一个人跟着非洲来一个非洲国，夹伫这个中立的车头，和一个警察砸落来临检，双方来起着冲突。那么警察呢，甲这个女老师呢压制伫这个涂骹，而且佮来扣着手铐，落尾两个人相告。这个警察呢，头一摆就是去用判免起诉，但是落尾这位女老师呢，再度声请着这个在议，结果大改变。老师啊，这个警察那么互提起了公诉，而且判刑。2021年4月1日，桃园市中立后火车头发生一件非洲国老师将慧玲拒绝中立分局县业环境临检，佮讲你真是足讲的，反正当然互伊设想冲突的事件。县业环境得到无起诉了后，也毋过逆转。桃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县业环境就这部刑强制罪部分处4个月有期徒刑，要用1天1000块1颗罚金。另外，妨害自由的部分处6个月徒刑，专案由原应上诉。就被告犯行分别量处有期徒刑4月、6月，并就强制罪的部分预支1颗罚金的折算标准。告诉人詹慧玲表示，这段时间家己靠拍拼工作，别记痛苦，看到判决结果，心情真平静。另外，也感谢法官做正确的判断。不是对我个人，也有对这整个警察刑事职权的违法盘查的这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宣判，本分局予以尊重。针对业员于诉讼期间身心状态，后续将持续予以关怀，并提供相关法律协助及启动远景心理咨商辅导机制。对判决结果，中立分局表示尊重，未来也继续精进环境执法技巧，注意比例原则，也呼吁民众应该理性平和，配合警察执法。记者综合报道。首先呢，阮做这个节目，主要这个主题呢，但是要先甲观众朋友来讲个清楚。第一，咱唔是要为着双方面啊，讲一方面是歹，一方面是对，如此而已。咱主要呢，咱头一个来讲，民众的权利、警察的权力，或者是讲民众的权力啊，警察的权利在哪里？这咱来一摆爱来讲个春车，大家才会当啊好好啊过日，警察会当来保护咱民众。首先呢，咱请到这个当事者詹老师来甲咱讲吼。詹老师头一个来讲啊，因为咱新闻哦头啊讲詹老师有炸着一个非洲狗。啊，事实上，詹老师迄天你是派一个牌啊，尔。我迄天就是穿一领衫，穿一领衫，穿天拖，啊穿一个破牛仔裤，啊我派一个书包，就册包啊，哎呀册包啊，差不多安尼啦，排像那小学生安尼排斜斜的，然后我手顶摕一个购物袋这么小，然后手上拿着奶茶，里面放着我的三明治，我就安尼尔，啊我。坐火车落车，我要行去教室，因为我教拍鼓嘛，我就安尼尔啊。因为早起洗身，6点外坐火车，
坐到8点外落车伫中立后火车站。目睭还佫沙微嘿。嘿啊，所以迄个警察讲我精神歹，啊讲我3比8黑密码，可能迄个意思啦。伊落尾就是讲，落尾咧拍官司的时阵是怀疑讲我可能是咧食毒的，啊就是咧卖毒，嘿。而且伊佫讲白菜，伊个检察官讲白菜，伊咧写他的诉状，伊讲我赶足侪行李的，啊我赶足侪行李的，啊神情足歹的，啊而且我佫经过一个旅馆，所以伊想讲一个查某3比8精神歹。赶足侪行李，佮经过旅馆，迄一定是有问题。伊的意思是安尼，所以伊来甲我办查。毋过，伊讲的毋是事实，我无赶行李。所以，但是这是事后伊来陈述。对。但是现场伊甲你讲啥物？现场伊第一句话讲：“你住这里吗？”哎，啊，你住遮吗？我讲有什么问题吗？伊讲。你住这里吗？你告诉我，我没看过你。你告诉我你的身份证字号，我看看你是不是失踪人口。我说你不可以随便怀疑我。他说我可以啊，因为这是在路上啊，我要看你是不是失踪人口。我想讲，我是不是失踪人口，我家己知啊。为什么你要问我？你别再怀疑我什么？我就讲，我要上课呢。我讲过，我说我要去上课，那不然你跟我去上课的地方，我来不及，我剩5分钟，就去前面200公尺，你跟我去。如果你要知道我是谁，你就跟我去啊，我很乐意让你看我的非洲鼓教室，搞不好你有兴趣以后也可以跟我来学非洲鼓。我是这样想，因为我很希望介绍我们的教室，让大家知道，因为是桃园一个很有名。伊安那表示？伊讲无，唔免啊，你着紧甲讲我。讲你的身份证就好啊！我讲无，袂使摸，无即种的代志。我无做啥物代志，你袂使黑白怀疑我。而且我毋知你是谁，你哪会使问我私人的资料？我啥物名、啥物身份证，我为虾物要甲你讲？虽然你看起来是警察啦，骑一个车，不过你问的问题足奇怪。啊，那武甲上后尾，甲你规人甲你大外哥甲你摔落去。我讲啊，无你想来问我讲，因为我是警察啦。上后尾伊就是问讲，伊就是我就是警察。伊讲我讲你若看迄影片就感觉我其实又觉得很好笑，因为伊个问题一直反起啊。起倒。我讲我有做毋对代志，伊讲无啊。我讲啊，你想要办查我？伊讲因为我是警察啦。我讲啊，为什么我是警察？你是警察就要办查？伊讲你伫咧路顶行路啊。我讲啊，过来咧，伊讲啊，你伫看我啊。我想讲，你甲我讲的，我当然嘛爱看咧。无你甲我讲的，我要看边啊。安尼啊，我讲我要走，伊抓甲扭，啊我甲扭咧，佮甲我拖，就是甲我玩互我走。我就摕手机啊甲录，我讲好啦，你既然要安尼吼，要录，我就录起来，看你到底是要讲啥。啊，结果我就无做烦呢，我就讲吼，你实在就戆的。我说的那句就是你真的很蠢，因为前面讲一大堆袂恁无合理的代志，迄个意思。就是因为这句。因为这句，伊就抓到我的犯罪的事实，伊就讲我妨碍公务，伊就要甲我抓，伊就开始闹人哦，这有一个现行犯，啊就甲我手机啊抢走，我就袂当录啊，啊就甲我用手铐要甲我抓起来。铐手铐。我无爱，我无会惊伊，我足生气的，我做烦的，所以伊就甲我抓，啊我就紧走。你反抗，你用走。伊甲我手铐，你我紧走呢，我就走去路中，我想讲我应该爱大声叫，我要互人知影警察黑白来，所以我喊足大声的，结果我做好运的。甲我翕到，我互拼过迄个人是我朋友的朋友。哦。我无熟悉，毋过是拄啊好我朋友的朋友。拄啊翕到。嘿，伊去买早顿，因兜咧卖鸭吧，拄啊带来互我互摔的迄对面。伊早起咧买早顿，啊早顿转来，哦，哎呦，一警察哪会踮遐咧抓人？啊，佮叫甲遮大声，真恐怖呢！伊怎
感觉足趣味的，手机啊。感觉趣味，甲翕是，伊感觉足趣味，伊甲翕起来，伊的意思是讲，警察咧抓人哦，唔知发生啥物代志，翕一个，啊，怎样发脸书限时动态。就刚上传脸书，因为我觉得这年轻人也蛮有趣的。老师，你的案件吼，咱先停喺遮吼，因为真济点吼，他都观众朋友，咱一点啊问三位吼。第一，这个定数当中吼，伊要来问咱的身份证，敢可以？我先来请教一个律师。对。拄下詹老师甲警察讲的这话，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在引导他，你讲出你几个合法程序上你应该做的事情嘛。因为我们在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第6条规定很清楚，所有咱的警察嘛知影讲，伊要去临检的时阵，他要依照法律程序，一定要合理的怀疑讲你有犯罪，还是讲有合理依照法律的那个程序来做。所以其实詹老师在跟他讲这些话。对他是我感觉是循循善诱啊，讲你甲我讲嘛，我到底是什么代志？对，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所以只要这个警察也当供出供合乎这个法律规范的东西，詹老师他自然就得要依法拿出他的身份证。律师，咱停在这，你讲要讲出合乎这个警察职权性刑事法第6条当中吼，伊讲会当针对的，咱来看吼。这顶头写的，他对詹老师所描述的吼，第一，合理怀疑具有犯罪之嫌疑，或者受犯罪之余，是，这伊无讲。对。第二，有事实足以认定民众已经对着发生或者是将要发生之犯罪知情，伊嘛无讲。好，第三。为了防止民众本人或者是他人性命、身体受到危害，这个咱看袂出来哦。第四，民众滞留以有事实足以有阴谋、预备，或者是着手实施重大犯罪，或者是有人犯藏匿之处所，这嘛看无。是。吼，第五，未经许可。滞留于应有停机留许可之处，公共场所呢？车路呢？吼。第六，民众行经指定公共场所路段之管制站，嘛是无啦。这完全都无符合咯。是啊，而且这警察伊是讲伊先要乌，先要散。伊是安尼跟你讲，还是事后？我们在那个侦查庭的时候，他这样跟检察官讲。在那个他当场盘查那个詹老师的时候，有密录器嘛？检察官也有勘察那整个密录器的过程，其实没讲任何一个跟这个相关的，然后就一直在问他说啊，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好像他是警察，那他就可以知道他的个人资料。但是为咱台湾，我们的法律我们不是这样子在思考这件事，我们并不是说一个警察站在路上。他就可以要求民众就是讲出他的个人资料，或者是提供他的身份证嘛。我们法律规定很清楚，警察你要有要件，你才能发动。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警民之间的界限啊，这个界限其实非常重要。说实话，詹老师这个个案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就是法院判决警察有罪，但是对，但是有多少民众因为这样被警察违法对抓抓，然后民众被伤害，甚至被判刑的妨碍公务，老实说非常多。因为在詹老师事件发生之后，之前其实也很多民众找过我这事，对，然后之后老实说，非常多民众拿着他的诉讼资料来找我，一直哭的很多个。可是说实话，我都没法度该倒三缸想暖。他们没有像詹老师当场可能有办法这么冷静，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们没有像詹老师这么幸运，有人帮他拍到影片，所以在证据上面都不真冷静，袂使甲累，搁爱有批掉，嘛真麻烦的，这个请教着高警官吼，在恁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当然迄是过去啊，因为即摆拢有密录器呢。即摆警察敢会搁安尼，像头仔律师安尼讲的，遮侪人会管理，
去受损害。咱即马呢来讲啦，因为詹律师这个部分吼，咱对发生到即阵，咱事实我有甲了解看这个部分吼，这个警员事实是伊的行为是超过，已经超过伊的这个盘查的范围内啊。啊，咱正常咱来讲，你也今日点要路的要来盘查一个人，你也比如讲咱刑事诉讼法88条准许现行犯，今日讲你身躯擘着血，你手有举武器。啊是讲人哋甲你入，讲插啊发来掠，吼，啊是讲你点样已经要有动作，要犯罪要拍人，这就是准现行犯。当然你警察会使向前去逮捕，这准现行犯嘛。但是对詹老师连骗理由都无呢。不是你盘查当中就是无理由的盘查当中，你老百姓实在你讲我怀疑你，你没有无这个理啦。啥物叫做我怀疑你？这个你是为倒来，律法传输甲刑事诉讼法多一条，甲你讲你怀疑我，我定定甲我一寡学弟啊讲哦，小弟一寡咱的学弟学妹讲哦，咱今日每一个人，伊也无证据犯罪时阵，伊就是好人，伊无点样犯罪是这个事实，互你抓到时阵啦哈，伊就是一个善良的人，除非讲伊是已经是讲准现行犯，啊是讲伊点样。公共场所或者公共出入场所内面，安怎讲？我比如是咧，今日咱去掠到一间交警，这个交警内面掠到40个人，内面20个在搬尔，另外这20个爱甲盘查无？因为你踮喺个所在内面，嘛必须要，必须要。但是你这是外口咧，你老师是咧外口行路咧，无违反到你所有警察咱这个。刑事法第6条内面，即所6项内面的物件，啊，你这是警察，我即马你讲，就是你这个学校的养成教育无够。第2个就是你家己的主观的意识伤悬，你的主观认定讲你就是唔对，我认为你就是外劳啊，我认为你就是邪毒，迄就是你的主观判断了。但是你判断失误了，你当下你知影你做错无？你知你一个态度问题，马上收转来。你唔知。无要紧，你今日甲老师扣起来抓转去了后，我请教你一个小问题：啥物人甲你转因仔？嘛是长官啊。长官甲你转因仔了，啥物人甲你送迄个法院的？是毋是经过刑事所，经过你的主管，经过刑事所所长，经过分局长，这3个官长做官上起码大概30年、20-30年，你唔知你的警员做唔对代志，或者是你的警员有这个纠纷的问题吗？你可以因仔转去了，就送出去，这安尼是毋是在追究？这个部分，这部分啊，佫无讲到了。你这个部分，一个警员有法度甲一个老百姓送去法院吗？你一个因仔无扣落去，官方无转出去，当中因仔无转落去，哪有通啊？什么人有法度甲你移送法院？所以你这转的人是毋是拢无看好？来我来转，我就甲你转。所以安尼敢对？这个警员就当这条啊，佫无处理行政。其实叫我要特别补充一下，迄阵啊，詹老师他在派出所，他有透过一些方式来求援，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了。我也透过各种方式去关心，想说，老师无缘无故是遇到这种事情，是不是要提醒警察局相关人员注意？说实话，从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然后这个我们那边的派出所这些等等局长都知道这件事，但是都没有人。停下来，好好看，说这个警察做什么代志？大家就让一路让，就像警官说的啊，一路盖上去啊。所以啊，过来过詹老师呢？是啊，妨碍公务还送啊。不是，你即摆即阵的判刑的是这个基层的警察，你其他等因那背书这拢无代志。但是他在咱看新闻内面，伊迄发言人讲，咱会来关心伊的心理状态。这个讲得真趣味咧，这个民警，你看了这件代志，你安怎来分析？这个吼是我伫詹老师去用掠去迄天吼，我伫脸书顶管写的这个警察执勤的8个步骤。吼，不管你是警员，还是讲你是老百姓，你都是甲这个步骤你来甲记起来。你这内底吼，你就在保护家己。不管你是刑事权力的警察，还是你要保护家己权利的民众，拢共款。第一个就是咱拄仔讲，咱发动的条件，咱有6个。啊，这6个内底呢，其实詹老师吼，唯一有可能的，就是第一个讲合理怀疑伊有犯罪啦。吼，这个怀疑，咱先莫讲怀疑伊的这个物件有道理无？咱这个叫做定数啦。你若无合这个定数，你就唔免讲。
你的怀疑有合理无合理？虽然伊本身就无合理啦，但是你就是要照定数来。你意思是讲上无你要编一个理由？上无你要照这个定数来，譬如讲你即马第2步，你还甲詹老师讲你的理由是啥？啊，这个告知是有这个理由吼，是爱明显有合理的理由。你袂使讲，我感觉你就是歹人，你袂使安尼讲。但是你要讲出一个具体，比如讲，哦，你身躯有藏刀啊，叫我看到，还是你身躯有一包白色的物件落落涂骹，好，你有合理的怀疑。但是你上无爱讲出一个有可能的合理的怀疑。啊，你若伫这个所在，你头前这2个，第一个发动要件，第2个就是讲你的合理怀疑。你若这2项无，而且无甲对方讲，无甲当事人讲。但是他都系警察一直跟他录音带，一直所以伊才就有啊，咱这个警察法第4条就甲你讲，人民得拒绝之。你行到这个第2个步骤，伊若无甲你讲，啊无甲你讲一个合理的理由，你才就通拒绝啦。而且这拒绝哦，唔免写什么意书，唔免怎样，因为你本身是无合法，所以你才来拒绝。但是伊讲出来物件若是有合理的，还是伊有讲有依据，过来后壁你就要叫伊出示啥？伊甲你讲你的身份证明，吼，啊过来你若无爱，你就通啊，你爱互伊异议，我是安怎无爱，啊过来。这个民警，咱停在遮吼，比如我提出身份证，吼，啊然后伊讲，你爱互我陈述，你有啥物意义？我是安怎？因为你拄仔甲我讲一个理由嘛，我甲你反驳讲你的理由是袂使。经验拢是动不动拢你对我来去警察局。这就是拄仔陈律师讲的。像他怎安尼？其实警察内底吼，咱过去是咱詹老师这个案件最重要，是因为伊是第一有人甲翕落来，第2伊是一个女性，咱讲较弱势安尼，大家较同情。其实咱现实上哦，咱这事实内底，一般平常时可能有几落百人，真诶，几落百人，几落1000人，连这机会都无咧。嘿，拢是连这机会都无，逐年哦，警察违法临检的人，哦，可能几千人、几万人，但是大家都。我就认衰，我就乖乖互你临检，乖乖互你创啥啊？我就感觉警察较大，我就配合一下。啊，其实这是袂使的。啊，但是咱袂使讲咱平常时做的代志唔对，咱鸡飞城市讲安尼无要紧，安尼无要紧。因为一定内底嘛有小寡一寡人的像詹老师安尼，去用暴力的对待，嘛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这平常时这个案件是足平常的。以我以前上班伫做警察的时阵，同事内底做这款代志的人其实是足侪，但是因为咱常常讲哦，这个啥？靠着别人的善意过活啦，都是民众找无证据，还是讲啊，我就想讲算啦，我莫甲你计较。所以足侪基层的警察无代志，无出代志，但是今仔日拄着安尼，你就出代志啊。连김你讲到我个人一摆经验吼，我坐计程车，啊坐伫后座，啊迄天啊因为宴会，所以食淡薄仔酒。那么经过这个地下道进前吼，就开始食酒会临检吼，啊就停落来，啊伊。窗啊，叫阮架落来，又闻到酒味。伊讲你落车，我讲啊，我无驶车，你叫我落车。伊讲我合理怀疑。啊，我因为我感觉我小可醉吼，我凊彩伊，我讲你要创啥？伊讲我要叫你来笨这个，我讲我无酒驾，我要笨这要创啥？伊讲啊，无你包啊，你牌啊摕来。要吹到甲抢来，拍开，内面我有食迄个心脏的药啊。伊就讲你这个是啥物药啊？我讲你会当问遮多嘛？哦，你敢会当问遮多？伊讲啊，伊就随伊无等我回答无，伊就随摕去用恁的迄个小神簿还是手机啊，就去查。伊讲你这个是处方药签，哦，你这是医师爱许可哦，你敢有医师许可？我讲你哪会问遮多？我讲，这个药啊是阮东创开的哦，吼，阮东创是某咪名，啊，你敢要知影？我随打电话互伊，我讲你的号码是偌济？伊嘛真大方，伊嘛我看。这整个过程当中吼，民警，这安尼交通临检安尼敢可以？这是绝对袂使。其实你拄啊这吼，已经是非法搜索啊。哦，唔是讲这物临检无依照这禁止法的问题，这应该是非法。所以我是善良，互恁生活。迄我讲的嘛，利用别人的善意过活嘛。你这1到8这个步骤吼，你像当初迄个李永德个代志，就是行到这陈述异议了吼，伊就终止啊，伊就停啊。其实照你讲吼，你若伫这个定数内底有一项吼，
无合乎这个条件的时阵，你停止，对警察本身伊嘛是保护家己，对民众本身嘛是保护民众。其实咧就是照这步数来，你若内底拢无问题，行到1、2、3、4、5、6、7、8，迄才是合法的。你中若任何一个你无做到，你就爱停止即届即个零检才对。啊，你若停止了后，你可能讲啊，我就足无彩有一件案件无查到，但是你若知影一定有案件，但是你即个已经侵犯到大家人合法的权利啊，嘿，侵犯到人权啦。是，张老师，这个过程你去到这个警察局了后，因安怎一个讲法？伊敢安怎甲同事讲？这位律师是如此，啊，因对你应该是有甲说明讲，恁这安尼唔对哦，啊，其他的人因安怎甲你对待？我无机会讲我唔对啊。你连讲这话都无法度。互掠去警察局，结果一入去，塑料脚铐，卡铐啊！嘿啊，我的珠包摕去边啊。我徛遐甲塑料脚铐，我讲我为虾米塑料脚铐？因袂插我，因无对我较礼貌啦，佮回答我。我讲我为什么塑料脚铐？没人理我。我讲是因为我是现行犯吗？伊讲对啦。然后女警就来搜身嘛，啊，珠包就远远的，我袂使摕我物件，啊，就搜身。然后就做笔录，然后把我锁在那个墙壁旁边那个铁杆。咱在看影戏，常常看到迄种。伊本来要把我收去绑进来，我讲，因为我有看到监视器，我想要被监视器录到，我就讲，我不爱收去内底，我要收去外口，我总要收去迄个壁边。啊，书包很远，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手机？因为我上课迟到，教室会说，我怎么没来嘛？本来佫袂使，佫无爱互你通知，无爱互我用，袂使，我袂使帮我家己。但是迄阵时，咱会当敲电话讲，我要请我的律师来，像戏剧内面安尼播。无哦，我的感觉是，应该是讲，我就是被当现行犯对待，因为我唔捌安尼嘛。就算讲现行犯，我嘛会当敲电话请我的律师吧，律师。伊讲我不可以啊。伊讲你袂使。我袂使自由摕我的物件。不可以，我要啉茶，要摕手机啊，拢爱经过他的同意。差不多4个查甫，一个查某，唔是。甲你围起来。处理我。哈。处理我的意思就是塑料脚铐嘛，啊物件甲我摕走嘛，啊不爱插我嘛，然后再来就搜身嘛，掀裤啊，叫我家己甲这裤底啊摕出来，啊我珠包啊等互我，叫我家己甲证件摕出来，啊就。开始查我的身份啊，无讲啥，就安尼对待我，啊，就甲我锁在壁边，啊，结果千万要求，才互我打电话，我怎啊打电话去教室，啊，教室2个同学来看我，也没办法啊，结果我就看到恁的学校的学生，阮同学毋是学生，是迄个音乐教室。嘿嘿。阮同事就来看到我互锁在壁边啊，目屎流流不使滴。我嘛是要求要打电话才互我打电话，打电话了马上再搁摕去，马上收去。嘿，对。安尼敢有合法啦？就律师。其实这都无合法啦，因为你就算是现行犯，因为他确实讲伊是妨碍公务现行犯嘛。但是你现行犯逮捕之后，你践行一列程序，你上重要爱改讲伊犯了什么罪，他可以请求什么样丢。但是他宣告里面很重要的讲，他可以请求律师这些协助，而且依照詹老师这个状况，他又不是说有什么危害。卡了啊。对，这个都逾越了必要的范围啦。就无咧赢伤风牙讲。对啊，然后还有包含他自己的使用手机，又或者是说他的个人物品，不在于任何就是跟这个犯罪就是怀疑有关的事项，都不应该做这样的处理。就算要，其实你也要就是践行法律程序，立下来当然得走啊。所以其实以这整个程序，这些都是违法的。这是警局派出所的问题啊咯。是。哦，这我必须要讲，这是警局派出所的问题嘛，高警官。这是全国的警察的问题。唔是干那一个派出所尔。咱唔敢讲全国啊。正经呢，我坦白大家，坦白讲，我敢负责任，因为
一个派出所内面有这个行为，表示第二个派出所就有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你无改进，就是表示讲你无形当中稳准着这人在做这个代志。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为养成教育是真重要的。这个学校的教育，你该做不该做，古早我老古板，我74年在警察学校的时，敢若老师甲你讲，不摕不该摕的钱，不做不该做的事，这咱基本的。但是你出社会了后，你一定咱无可能去一个新单位，你无可能讲以学校所教的物件我来做。你一定爱家己搁进修，你这就是拢一寡经验的法则。经验法则内面，你尤其你即摆一个人家己徛后头摆巡逻，今日我请教你这个警察先生，这咱毋是咧指责你，因为做毋对这个事情的一寡警察同仁是非常的多，只是无法发现。今日做的代志做毋对，你有这个悔改之心无？今日甲你判刑，甲你起诉。单位替你来要来辩解，要来替你来争取安抚你的情绪，这是正面的。但是你有发现到另外一件，你一个人巡逻，你今日若拄到一个像我185公分，你洪燕的都不是老师啊，是啊，洪燕的都不是监老师啊。啊，换你的穿过我抢来时的当中呢，所以你一个人巡逻歹穿是足危险的代志。你今日做这个代志。是毋是选择性的？江老师，迄阵是伊敢有提请出来？无啦，无啦吼，伊是今日直接甲你摔落去啦吼。伊是甲我铐手铐，我要走，伊才甲我扭。啊，我走2遍。你走2遍？我就想要走啊，我无爱乖乖啊，互伊掠去啊。要掠嘛爱有一寡迄落。你要甲我掠去嘛？我就是无爱乖乖啊，互你掠。我知影我你无犯罪啦，伊不应该做这个动作啦。啊！你做这个动作，你即马我讲古早人咧讲，你要怀查业入走。较早阮伫单位内面讲吼，绩效，逐工叫绩效，逼甲起效。安怎讲呢？你这个单位 A、B、C、D、E 5个单位内面，逐个变大。今日你加掠到一个犯罪者，你这个主管加1分。什么人加掠一个？毋是讲你加2个贼啊，所以你这个治安无好安尼。因为你有加破案嘛，所以表示你厉害嘛。所以你因为你争取这个绩效，你是毋是第4条这个下对基层？这就是讲到绩效啦，吼。是，这是来民警。其实这件代志足悲哀是安怎讲？这个警员伊今仔日是安怎做？绝对毋是头一摆，伊毋是讲头一摆看到詹老师好，我就甲你打我的歌，绝对毋是平常时就是安尼做的。啊是安怎平常时安怎做？以前捌安尼做。啊，有摕到绩效，拄到善良的人啦。嘿，第一是拄到善良的，第二是我砸1000个，哈，掠到2个身躯有物件的，伊有绩效。有绩效，伊的长官伊就感觉讲，这个做法是对的。所以你看，中立分局长出来讲的时阵，他连发动要件都不懂，伊伫电视顶连讲一个合乎比例原则，无一项无一个项对的，伊根本就毋知影家己伫讲啥，反正伊就知影讲，这个警员平常时有绩效。哦，啊表现袂歹，好啊！我今仔日我甲报，啊结果尾仔是安怎？为头到尾无一个定数是合法的。但是伊这就是安怎？伊平常时吼，譬如讲一个警员足认真的，伊拢足合法的。啊巡逻2点钟，四界看，啊拢无犯罪，嘛无掠到通缉犯。安尼无绩效，这个无绩效表现歹。另外一个呢，伊嘛无伫巡逻，伊就找一个所在吼，啊米的巷仔内底，啊看到像，啊大家拢甲班查，拢甲违法，拢甲搜索，啊掠到一个，伊就感觉这个是好警察。这就是绩效制度以下造成讲真正警员好歹，毋是用一个真正是毋是认真的标准，是你有掠到，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是好的。啊，你若无掠到，就算讲你足认真的，你拢足合法的，其实安尼才是好警察，但是伊会认为讲安尼就是歹。但像头头詹老师所讲的，我实在是因怀疑可能匪夷所思啦。啊，伊砸1000个内底一定有当下掠到1个2个我的意思是讲，伫整个派出所内面，4个员警咧办这个案，啊，甲扣掉的手铐、脚镣啊，吼，伊可能有反抗的事实，但是我无反抗是伫路顶啦，伫路顶嘛，吼，所以伊转来甲扣起来，但是你并无逃走，连手连脚镣落来。啊！而且4个人一直甲搬查，佫无要敲电话。这个律师，我要请教你吼，这违反什么法律来讲，互观众朋友知？
那供詹老师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们都算是对于这个刑法上，就是说你去限制人家人身自由都是过度的，限制人身自由。对，你现在他这个都是身份东西警察嘛，他会有警察加重的问题。哦。警察他有加重的问题。其实这个叶姓警员，他在他的案件里面就是有被加重啦，就是讲因为他是警察先后，因为我们对一些特别公务人员，而且唔知影法律。是，而且就是说这个案子里面，我感觉蛮遗憾的所在就是讲，其实证据这么充足，从2年前这个影片被揭露在台湾社会上，那台湾人拢看到啊，为什么？要到2年之后让法院来判决，判较晚。是啊，不是讲判晚，是讲是啊。其实这种案件本来就足困难，其实足困难。但是我想要讲，就是讲，难道我们的这些长官、署长没有看到吗？我们内政部长都没有看到吗？那你们没有想过说，我们要帮警察留下什么颜面？还有来给警察什么样的教育吗？认错做不到，完全做不到，要让事情拖2年，让台湾社会一再记起这件事情，然后知道这个警察多可恶。这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处理状况，因为詹老师本身，他当然觉得说他权利要被维护，以马干妈他不能被侵害，你一定要有适当的赔偿，又或者是适当的一个道歉，或者是各种应该要被认定他有犯错这件事。但是他不是要置这个警察于死啊，他也不是说非得要他被判刑。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过程之中也很，尤其是老实说，这种案子很不容易。所以我也之前也跟詹老师讨论过，所以詹老师也说，就是看看他怎样去认错，然后法律怎么样去来讨论这件事情，只要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再教育哈，对，或高警官甲就建议来个教育。因为像譬如说案件第一次不起诉，老实说，他可以用缓起诉让他认罪。那譬如说有一定的一个方式、一个条件，但是不起诉呢？对啊，都没有任何包含这个警察，或是他的长官，或是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坏人也有问题咯。是不是那时候是检察官？对，然后是在意以后才侦查才起诉，而且迄阵啊会不会起诉？老实说，我们都没有。你嘛唔知哈？对，是。所以我真的要觉得说这件事情对台湾社会来讲，其实伤害最大啊。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吼，应该安尼讲吼，咱今仔日请詹老师来现身说法吼，主要的一目的是要，互咱台湾的人权，爱去警察的这个职权行使吼，会当立拍一个你听杯啦，吼，咱才会知影讲，咱要安怎家己来主张家己的权利，吼，啊是权利。啊，警察要来保护家己啦，唔是要讲啊，一直要来骂警察安怎，因为警察嘛是咱的民众的，一平常时无行使权利的时阵，嘛高警官家己嘛有去用临检过。是啊，因为即马我讲咱这警察的这个制度吼，目前一直停留在古早时代迄个养成教育的方式，无一直随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你认为是养成教育爱加最重要的，因为这个警察这个养成教育最重要。好，咱这个小等大家来讲吼，我要先请教到詹老师。詹老师，这个在警察局你留伫遐，后来偌久才互你找到律师来到现场，互你脱离现场？我唔知影我会使找律师。你唔知啊？你会当找律师？无，我敢若敲电话互我熟悉的律师。伊讲，我问伊我要安怎，伊讲先看因遮安怎处理。哦，对，所以我有拖着电话，敲电话互律师，嘛现场做笔录，因甲我讲要我妨碍公务，现行犯，要甲我抓去，伊无甲我讲要倒，反正到中岛怎啊去？拘留所。拘留所，对，去做。照相啊，按指纹啊，关的拘留所倒2点外钟啊，食互我一个便当。我是塑料脚铐行出去警察局呢，我徛喺警察局门口。行去分局。坐警车。甲你送去拘留所。我是带着塑料脚铐走出去那个派出所。啊，你也拍啊？上警车。
伊甲你炸掉。嘿啊，甲我摕就是艺术就说安尼敢会使？这嘛无合法。对啊，这都不行，因为就是就詹老师的状况来讲，说实话，没在靠脚靠的。我们其实常常在警察局出，或是说地检署，是要到什么样情节才会？打完才有呢。对啊，我有问讲为什么上脚铐不理我嘛？我讲是因为我是现行犯嘛？伊讲对。啊，詹老师讲，伊唔知会当找律师来到现场，这也是违法的，因为应该告低嘛，吼。对。应该告低嘛，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吼，恁若是认为你要主张你的权益，吼，不管你是现行犯还是唔是现行犯，拢会当请你的律师来到现场。啊，临时要去倒请律师，我唔捌请过律师啊。而且你若临时找嘛找无啊，要倒找？我朋友无伫桃园原来无用，临时叫嘛叫无。但是一般一警察局，若是请无律师，的民众要安怎来处理呢？律师？通常是讲警察会甲人讲，你会当请律师，你也就是说，譬如说有一些他是符合了一些重罪，一定要律师那他就要等到法服来嘛。那如果说一时之间不能联络上，警察要给他相当时间还可以联络，爱等伊，袂当讲你即马就要开始做笔录安呢。除非那我插一回啦，其实歹势，因为一般咱要开头做笔录，就是讲你有要请律师无？应该先问这句，或者是要请老师律师无？就是义务的律师啦。笔录是自私的，头前就已经先问啊，伊是自私的，所以连这个问题都无甲你问。应该是讲吼，伊有互我敲电话啦，我敲电话互我的律师朋友，阮的律师朋友无法度马上来，我就甲警察讲，我律师袂来。但是伊无甲我讲什么法服律师无啊？就是义务辩护律师啦，就是讲义务的辩护律师啦，迄免钱的啦。其实咱讲到尾啊，吼，这个警员伊除了家己以外吼，伊是去互伊同事害死的啦。伊若中间吼，同齐处理迄4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就甲讲，学长你安尼无好哦，你这有啥物问题？派出所的主管听到这件代志，甲派出所内底巡佐值班的巡佐讲，安尼袂使哦。动起来，尾啊闹大了后，迄中立分局的副局长卖出来开记者会讲，对，阮警察拢无毋对，这个妨碍公务要甲移送法办。其中一个人，这件代志有停落来，有主管来甲詹老师处理，无然这件代志后壁就袂安尼。就是为这个过程内底，无一个人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无一个人有法治的观念，就是为头到尾，为中立分局分局长一直甲一群的这个警员，中间这10外个人，就拄啊。任何学长讲的，内底都无一个人讲知影出啥物代志，无一个人认真讲我内底有违法啦。真无法度料想啊，讲规个派出所的人竟然拢无这个正确的这个法。对啊，那我一定甲讲，学长你安尼唔通哦，对吧？是不是安尼？严重代表一件代志啊，就是足侪警察在内面分派系维护，嘛有你甲影片甲调，2个警察踮咧上班，一个警察去用拍，另外一个警察在边插手在边看。你足侪这种影片你看到，先有这个物件来发生呢？我即马讲的就是安尼，因为咱这警察脱节啦。即马警察吼，年龄吼，像我这样的吼，拢退休退了啊。那较早我这个年龄，我即马搁咧做警察。即马警察上少年的20岁，普一就起来，我听我做因阿爸咧。做一个囝甲老爸2个中差20-30岁，这因为囝，这少年警察20外岁啊，顶悬带伊这40-50岁。顶悬是经验的长残老大我甲你教，少年的看你老的无。这是警察教育一种问题吼。但是咱这节目上后尾，咱要甲观众朋友来讲吼，到底咱要安怎来主张咱家己的权益吼？这顶头小可来做一个整理吼，咱4位吼，包括着詹老师来让看一下吼。你若接受到临检搬查的时阵吼，3不3要吼，3要就是讲你爱穿制服，这基本的，爱出示着证件，爱提出证件。第2爱告知着事由，就是他讲的，他说民警学长讲的，讲这6项你都爱讲，照这定数，咱小人看。第1爱确认着警察的临检的合法性，爱拒绝无合理的要求，爱提出异议，要求交付异议单，叫你异议单爱提出来。而且爱用手机啊，爱翕到这个搬查的过程来存证，而且因为警察违法临检受损，爱要求提出诉愿。
江老师，你敢有提出诉愿？什么叫诉愿？诉愿。你若警察违法临检受损，要求提出诉愿、行政诉讼，请求着国赔。好像没有到那边。程序上是公异议单。要跟警察开异议单，然后异议单上面写说警察以想要临检那个理由，然后再来才会拿着那个异议单去诉愿。那詹老师的状况不一样，完全没，因为连他告诉他理由都没有，他也没有办法写诉愿单啊，他根本跑不到那个诉愿单那个。詹老师会当申请了国赔吧？这个案子我其实是会鼓励詹老师，我今天也准备要跟他讨论这件事。那行政诉讼呢？对。行政诉讼应该是走国赔是比较符合咱的法律程序。因为我这看起来，这个行政体系当中，就是司法警察的行政体系当中，可能也必须要提出来救济咧。是。这应该是。咱过来看三不，公共场所无发生危害的合理这个怀疑，袂当发动临检，是詹老师迄种。迄阵是透早6、7点嘛。早起9点，8点50分。8点50分，你是公共场所无发生着危害的合理怀疑，袂当发动着临检，除非被临检人有携带着足以自杀、自伤或者是伤害他人性命、身体物品，袂当超身，袂当超车，袂当翕相。这闭落去，我相信嘛袂当用咯。伊咧闭落去是上班的时阵，就出门就开始开啊啦。这敢合法？一般来讲你换阵也无进行这个盘查的行为的时阵是会使，但是你若进行盘查的时阵，伊这是定位是双方的一个证据。你今日像詹老师这个闭落去，就是踮咧检察官遐，伊有看到、听到。你表示讲，你这警察讲的，甲闭落去内面讲的无共嘛？你点么哭等，所以这是合法的，这是合法的物件。这内底讲的这拍照，唔是讲你袂使摕手机来翕相，这内底拍照是讲，我袂使甲你的物件抄出来看，我甲你翕讲你的包袱内底有啥物物件，像主持人点解用搜身，安尼都是袂使，因为我内底可能我有秘密啊，我交10个女朋友的名册，你内底用翕着，因为这是你的隐私，你袂使互人讲翕相摕出来看，你就袂使摕你的物件出来互伊翕，比如讲伊摕你的笔记本，显，甲你翕相，安尼都袂使。就是讲，伊这个翕相的意思是讲，伊袂使抄你的物件，翕落来做证据，还是做记录，安尼袂使。这上后尾一个，面对着被临检人的意见，不可随便敷衍。像这样呢，一直讲我是警察啦，因为我是警察啦，因为伊是安怎，一直安尼，敢若你录音带歹去安尼，一直滚假，这就是袂使。所以，互观众朋友来理解者3不3要，而且这个警察必须爱这个具备着什么要件上后要请詹老师来讲，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这个司法，以及互这个警察来判刑，你感觉整个你所明白的，甲你有这个当庭对质的，或者是讲这个警察事后这个体系有甲你讲什么？你的感想是什么？我的感想是好加在。拍赢，好加在拍赢，因为拍赢，咱才知影这项代志真正的唔对。准讲我若是无去拍官司，就无啊。然后自即马开始，咱就会使开始来追究，比如讲，有人叫我民事赔偿，还有国赔，过来就是。入去派出所这段其实上长，因为伫个马路上的临检大概半小时，可是，在警察局刚刚我们讨论很多，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讨论到，就是迄8点钟手镣脚铐规个互警察变，我感觉我互变去啦，因为已经摕我的包包看我的身份证啊，已经知道我是良民嘛，可是还是没有放我走。搁搞他上去拘留所，搁搞他上去，到晚上6点多，搁上去地检署，还开庭。已经是烂残尊咯，一直要行落去。一直行落去，我就是被当一个犯人对待啊，然后带着手铐脚铐站在警察局门口啊，外面都菜市场，然后看到一个女生，这不知道下面重刑犯，很恐怖对。
我觉得后面这件事情很重要。再来就是没有任何人道歉，到目前为止没有。所以这个当事者，这个警员啊，也唔捌甲你道歉，拢唔捌，唔捌。那警察局嘛无，你若看警察，因为长官会讲话，哦，阮会甲伊心理辅导，阮会甲安慰，阮会甲帮助，会注意伊心理变化安尼。关心伊，伊就无来注意江老师的心理变化吼。是像是受害者，警察的讲法，这届啊，胜诉之后，警察的说法，我是安怎感觉伊才是受害者，敢若是规个社会咧甲凌虐，而且我的脸书也有人来留言说。以后警察都干脆不要临检了。啊，这就是咱节目当中啊，头一个就开始啦，观众朋友讲，咱唔是讲警察以后袂当临检，吼，咱嘛真关心咱警察朋友伊行使着这个公权力，他都啊，高警官啦、就警员啊，伊嘛有讲啊，这警察的临检是必要的、必须，而且爱保护家己的安全嘛，吼，这就是你来看这个案件，而且。徛在这个中立的立场来看，讲警察按照合法来行使伊的权利，嘛是保护伊家己啊。是啊，这最重要的就是讲，咱唔是讲警察袂当临检，但是你要临检，你要合乎法律程序的时候，你保护你家己，因为你要合乎法律程序。如果这一件事情不是说詹老师这样做，其实他就会延伸的是更多的犯罪事件啊。就是讲，那像这个叶姓警员。说实话，如果他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错的，又或者是说隐在啊，他不会不知道啦。其实我还是要强调说，我们警察教育里面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一件事情，又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正视这件事情造成社会上警民关系的问题。所以，我想你请教一下，讲警察这款执行法当中，是不是会当来一条来写较真有啊？互警察来遵守，敢有可能？我感觉咱的法律规定已经做清楚啊，这是讲咱法律规定了后，咱警察学校跟还有警察局他们这些单位怎么样去执行嘛？就是讲你还有一个你怎么做事的原则啊，就像是刚刚举例的，对啊，对，迄就是最重要啊。所以咱今麦的问题，应该不是讲那法律规定不清楚，我们的法律是因为之前有相关的那临检的事件，哦，足多呢，然后咱才会讲修那个警执法第6条嘛。那警执法修出来之后，其实是我们在警察学校教育里面，怎样告诉我们所有的警察，这个执法在第一线怎么做嘛？那我们有很多案例可以来告诉警察说，这样才对，这样是不对啊。是，来，警官。是啊，因为即马拄啊律师讲的这个部分是真重要。咱目前社会当中足侪一寡警察的执行的态度，我相信这个态度吼，会使不止保护你家己。嘛是保护咱这互你临检的人，因为起初我拄仔就讲过，咱无任何的犯罪的行为当中，每一个拢是善良的老百姓。你袂使用你的主观的这个判断，讲我怀疑你，怀疑你就是拄仔咱一开始有讲的，你必须包括着你从对身躯有伤，还是有毁其他的合理的怀疑当中。但是即马这咱毋是讲一直这个警察讲啊，你做了毋对，即马法院。甲你起诉，吼，你虽然是心内真痛苦，我嘛知影讲，你踮咧遮做警察上起码你毋是去得联邦做流氓，因为表示讲，这是你的行为态度毋对，啊，你知影你毋对，你要安怎来改？啊，你有这个机会啊，要互你改，比如讲你再受训、再教育、再教育，还是讲你去内勤去上班，你毋好踮咧外口加掠事费啊。是，我就讲，1、2、3、4、5、6、7、8条尔，就这个定数8条尔。你一个警执法，你规本要背来无可能，但是8条你照这就无问题啊。其实这无版权啊，这我家己写的。啊，其实你警专内底也是讲警察局内底，你都找人去从安尼标准作业程序，大家看就知影嘛。系啊，大家看就知嘛。1、2、3、4、5、6、7、8，你就8条内底有一项无合乎，你就停，就保护家己，佮保护对方嘛，就遮简单的代志。啊，其实这中学生就看有啊。是，对，是。上后尾啊，接老师，这种。整个过程哦，他都甲你插断吼，上后尾你甲观众朋友，或者是讲甲这个环境，你要来讲啥物？我想要讲，我们相信啊，不要紧。
我们不希望造成警察跟人民的对立。是。他本来就不应该对立。是。然后。伊是要来保护咱的安全。对。我们不应该，我们没有要造成警察跟人民的对立。每一个人守好自己的分际。如果是不对的事情，你就要坚持；如果是不对的事情，就不应该做。所以，警察不应该非法临检，人民也不应该被非法临检然后妥协，否则不会进步。